当大家都认为说没有山寨币了，但事实上呢，ARS 扣除显示币山寨币对于比特币的汇率呢，大周期的月线 MACD 还是在交叉之中，对于山寨币是非常看牛的。可以看到这张图表，月线的 MACD 呢，现在是翻正的阶段，就代表说现在山寨币的走势其实是比比特币还更好。那这个箭头指的就是当时刚扩表的时候，也就是购买美国短期国债的时候，2019时候有发生，而我们这一轮周期呢再次的发生。那可以发现说，好巧不巧的就是每一次发生几乎都是在汇率的底部。那这张图看起来呢，我们现在也是在一个汇率的底部，因为已经连续下跌4年这个汇率了，并且也可以发现说，每一轮的这周期呢，山寨币对于比特币的汇率它都是不断的抬升，就代表长期来看的话，山寨币的回报率基本上也是比比特币还好的。那这个趋势呢是从来没有打破过，直到这轮周期呢也没有打破过。所以即便是现在，我也认为山寨币是一个不错的买点。如果大家想获得1000U 等值台币3万块的奖励，可以扫码 QR code 注册 Bybit 交易所领取。